代論壇聲音專欄，隨你意外。12、13，徐玉瓊牧師。各位，當你哋聽到我嘅聲音，已經係2013年嘅開始啦。我回望2012年，真係嘗盡甜酸苦辣鹹，五味紛陳啊！我所牧養嘅教會方舟之家，經歷咗16年嚟最嚴峻嘅考驗，亦都係我牧會以嚟最艱難嘅一次。有幾位弟兄姊妹重病同要面對大嘅手術，全教會嘅人好似坐過山車咁起落掃翻，要應對人事嘅變動，更加令我心靈耗盡。我多次喊到雙眼好似雞蛋咁。天父知道我苦啊，所以喺年尾俾我一個好愉快同埋好豐富嘅旅程。11月中嘅北京唔凍噃，日日都陽光燦爛。我攞住地圖，好享受一個人去天壇同埋去頤和園嘅遊玩。我亦都有機會同我嘅小妹把臂同遊香山。小妹住喺北京，唔經唔覺都有8年啦。當我哋兩姊妹坐山兜上山，嚇到呱呱叫，兩個人好似細蚊仔咁，好開心啊！主日崇拜嘅時候，我哋兩姊妹挽住手一齊唱當讚美聖父。話俾大家聽啊，我小妹3歲嘅時候就跟我返教會，4歲嘅時候竟然已經可以字正腔圓、音階準確唱晒成首嘅當讚美聖父，令人目瞪口呆啊！所以今次同佢一齊唱，好溫馨，好感恩。2013年係我洗禮40週年，同埋神學畢業嘅30週年。我好中意慶祝噶，所以喺2012年一次開班會嘅時候，我已經好主動同我嘅同學提出呢個慶祝大計，佢哋都一致和應話好。其實我哋5年就必有慶祝，去紀念神呼召同埋侍奉俾我哋嘅恩典。主若看為好，我今年底都安排一個感恩會，而且我定呢個會嘅名叫做天使共聚會噃。感謝神俾我有30年侍奉之福，我會邀請我生命當中嘅天使出席，讓我喺有生嘅年日向神向人都表達感恩同埋謝意。13喺西方嚟講係不祥嘅數字，若果係星期五就更加叫做黑色星期五添。我絕對唔係迷信數字，但係我人生好幾個重要嘅日子都同13有關噃。我嘅出世係9月13，我嘅洗禮係5月13，神學畢業同按牧都係6月13，我嘅五妹喺10月13日結婚，我娘家嘅門牌係513，就係咁啱咁巧啦。近日我好幾位朋友都罹患咗重病，真係感嘆世事無常，又更深體會到苦難嘅磨人。眼見天災頻仍，世界紛亂，人心惶惑，罪惡滔滔，我就諗，或許我有生之年會親眼見到榮耀嘅主駕雲降臨，審判世界。作為神國子民，讓我哋都要警醒緊守，靜候基督嘅再來。送上一首我重新填詞嘅歌，同各位互勉共禱。呢首歌原曲係救主是我一切，我改咗歌詞就叫做新天新地。歌詞如下：
現代現在現實太不堪，暴力暴行暴戾太驚心，毒物毒害許多人受困，教我心不忍。真的假的現在已不分，好的差的混亂眾紛紛。活在這個恐慌時代裏，真的不開心。主說世界將翻天覆地，主必親身開闢新天地，假的差的苦的都摒棄，用全能立定法紀，能明白是與非。高舉基督十字架升旗，浩浩蕩蕩邁步進聖地，天軍天使信眾同頌讚，敬拜與稱頌你。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。